各位白沙學堂嘅觀眾，大家好，我係公民科嘅黃書希老師。平時大家上公民科係咪好希望課堂可以更加有趣、更加活潑呢？我哋公民科咧就會喺課堂期間咧運用呢一個嘅桌遊教學，例如係呢一個資訊素養嘅桌上遊戲。跟住落嚟咧就同大家介紹一下呢一個嘅桌上遊戲嘅遊戲規則同埋入邊所包含嘅資訊素養嘅內容啦。呢一個桌遊咧係配合資訊素養相關嘅內容而設計，希望幫助中學生以輕鬆嘅方法學習資訊素養嘅。喺裏邊咧，我哋見到我哋能夠將學生分做4至6人一組進行遊戲。開始之前咧，我哋先揀一隻屬於自己嘅棋，然之後按照格上面嘅指示前進、後退或者係抽取呢個嘅命運卡。喺命運卡裏邊咧，你見到有一啲係正面或者負面同資訊素養相關嘅事件，例如係當我哋非法下載電影及歌曲，我哋就需要翻返嚟起點；又或者我哋善用政府嘅防騙視伏 App 去識別一啲嘅網絡陷阱，就能夠前進2格。如果遊戲去到40格終點之後呢，我哋就為之勝出㗎啦。我哋透過呢個遊戲呢，希望同學呢可以去進行反思一啲唔同正面或者負面與資訊素養相關嘅行為，例如係到底我哋有冇試過沉迷網絡遊戲，喺社交媒體收到未經核實嘅相，或者我哋面對住回音室效應、深度偽造嘅圖片而盲目咁樣信服咗佢呢？如果你有呢啲情景嘅話，你又會點應對呢？又或者我哋喺一個 AI 人工智能嘅世代嘅時候，我哋會唔會未經 fact check 就會轉發俾一啲未經核實嘅資訊俾朋友呢？如果當中你有呢啲情況嘅時候，你又會點樣應對呢？透過呢啲嘅遊戲入邊唔同嘅情景，我哋希望同學能夠從中學習，去提升佢哋嘅資訊素養。希望可以喺遊戲中學習，喺學習中遊戲。